連心亭嘅樓上，咁呢邊嘅街坊嘅話咧，成日都話：喂，呢度啲樓會唔會好舊啊？你聽下，聽唔聽到啲裝修聲啊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無論幾舊嘅樓都好，地段好，佢就有價值。沙苑地鐵站行翻出去，1分鐘時間，菩提路小書包，電梯平層，業主知錯系列。電梯平層咧就已經使用緊㗎啦，你接受到個缺點，你先過嚟。雖然佢非常之平，係成個菩提路小書包嘅地段範圍內最平嗰間，但係咧因為佢戶數比較多，而且佢係屬於一個頂樓嘅位置，咁目前嘅單價咧，我同你講係24,000都唔使，23,000幾嘅啫。依間屋咧入正面積係70個方，我哋今日咧就全程冇開燈嘅，你可以感受到啦。呢個客廳面積大概有成14個方左右，仲有一扇好大嘅一個大窗位置，其實採光就 O K 啊！呢啲屋咧雖然係溶溶爛爛，但係實際上嘅話咧，你肯定要重新裝修噶啦。呢度咧係一個錯廳嘅佈局，飯廳嘅位置，冇開燈就肯定暗啲噶啦。嗱，細房位置，2個大床位置，大嘅採光窗，係嘛？其實呢啲戶型咧，你話佢好差又不至於，你話佢好好咧又唔係喎。管道煤氣，喂，呢個錶索唔索一陣味啊？非常之新，衛生間。係嘛？雖然做唔到乾濕分離啊，不過都 OK 噶啦。房出陽台嘅嗱，70個方，每一個空間感都唔差嘅。上邊呢度咧全部做晒啲咁嘅吊頂櫃嘅，咁啊收納功能嘅話咧都 OK 噶啦。陽台亦都係叫做夠闊嘅，後期嫌間房細嘅話咧可以打埋佢嘅。望翻落去樓下景觀非常之開揚噶啦。咁目前嘅總價嚟講咧就160幾啊，有興趣嘅話咧就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